失敗之後，我仲會有用？細個嘅時候啊，我哋好驚失敗，考試唔合格啦，做錯事俾人鬧啦，嗰陣時覺得死啦，今次仆街啦。但去到中年呢，其實我哋驚嘅已經唔係同一樣嘢，而係驚自己已經冇機會再嚟一次。失敗本身唔一定最痛，最痛嘅係你開始同自己講一句說話，算啦，我都係咁㗎啦。聖經入面好出名嘅人物，佢失敗過，而且係好嚴重嗰種，但佢失敗之後嘅人生，我覺得好值得我哋呢個年紀嘅人聽。佢個名叫彼得。如果用今日嘅講法，佢唔係深思熟慮型，佢係嗰啲諗到就講，衝動，好有熱誠。有一次，佢拍心口同耶穌講，主啊，我就算同你坐監，同你死，我都願意。我想講一句公道說話，彼得唔係講大話，佢真係愛耶穌，只不過有時候愛撐唔過恐懼。後來耶穌被捉，場面好亂，好緊張。彼得跟住去到大祭司個院，佢坐喺火邊，想低調啲。突然有個使女望住佢，問一句好普通嘅說話，你係咪同耶穌一齊㗎？彼得話唔係。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最後雞叫咗，停2秒。聖經有一句真係好重，佢話主轉過身來看彼得，冇鬧冇罵，只係一個眼神。彼得即刻明白，我連自己都對唔住。聖經話佢出去痛哭，會唔會好似我哋某啲夜晚，夜深人靜，你一個人坐喺度諗翻一啲事，可能係工作上撐唔住，家庭入面講錯說話，又或者你發現自己冇成為當初想象中嗰個人。最痛嘅唔係跌低，而係你心入面嗰句，我以為我唔會係咁嘅人。冇走去揾彼得算賬，冇話你之前唔係好勇㗎咩？反而呢，佢同彼得坐低食早餐，然後耶穌問佢一句說話，問咗3次，你愛我嗎？停1秒，唔係問你點解會咁，你仲配唔配？只係問你愛我嗎？最後耶穌同佢講，你餵養我的羊，意思係你失敗過，但我仍然信你。有好重要嘅說話，神冇因為你而家嘅狀態就否定你嘅價值。你可能錯過機會，做錯過決定，人生行到而家同你想象嘅唔一樣，但喺神眼中，你唔係過氣，你係仍然可用。失敗唔係你人生嘅總結，只係其中一頁。如果你而家一個人睇緊，我想你靜一靜，諗下呢幾條問題，我有冇一直用失敗定義自己？我仲會唔會有用？神可以喺我呢個年紀用我？如果耶穌見到我，佢會唔會只係記得我跌低嗰次？如果你今日覺得自己好似彼得咁，對自己失望，我想你記住一句說話，雞叫唔係故事嘅結局，復活先係。人生未完，神仍然寫緊你嘅故事。多謝你今日聽我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